热天时拢要注意咱身体健康。来看南投民间乡有一个叫天寿宫的所在，这是服侍先天上帝为信众叫地爷公。那每到五日节前后，拢会有灵蛇，也就是有蛇入去庙内。因为这先天上帝这个神明啊，一脚是大蛇，一脚是大龟。有一尾这个大头蛇呢，真拄好伫个五日节之前一天出现，信众认为讲，这应该就是地爷公显圣。一尾外表看起来是金黄色的蛇，伫五日节进前一天的尾暗仔出现伫南投县民间乡天寿宫内面，感觉是你甲神明行礼，因为这个先天上帝身上是正脚大蛇，倒脚大龟，信徒看了后拢感觉真神奇，认讲这应该就是神明显圣。你拢有看到晓？系啊，长就伫遮。天寿宫服侍是先天上帝，佮称为地爷公，为1979年落成启用以来。若到五日节，拢有蛇会来。这礼拜就信徒来这里等待灵蛇出现。参咧甲连蛇正三个，再甲疏倒落来安尼，点点看伫遐拢袂惊。一般蛇若看到人有无，会紧诶疏咧往边咧走啊。事实上，大头蛇是一种中型美丽树仔顶的蛇，分布伫台湾1500公尺以下中低海拔的地区，上长会使到160公分。爱伫暗时活动，所以速度嘛无紧。主要食物是细型的鸟类、甲鸟卵、甲四脚蛇。虽然讲小可毒性，抑过对人类无害。咱乡亲若伫厝内发现大头蛇，会使用扫帚，该飞去外口，也是敲电话，和农政单位来协助，毋免烦恼。